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25个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日本的媒体报道讲，10时有2台中国军舰伫花莲外海演训，敢是要探探国军的加山基地呢？国防部却是无表示看法。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有去视察大潭电厂，强调生态甲发电是会当双赢。不过潘中正也批评总统无诚意，全体也骂一个政府是无够公平。曾经高级气象指控讲学校的规定违反着教育部的核准气象规定，新北市教育局要求学校要限期改善。日本的产经新闻第2时报道讲，有2架中国的登陆舰在1月14通过着咱台湾和日本之间的海峡，而且伫台湾东部海面顶头进行演习。报道表示讲，中国军舰伫台湾东部行为是正罕见的，可能是要利用机会探咱的加山基地。不过，咱的国防部却是无发表评论，干那讲台海4号练等，一切拢是正常的。中期自古透早，阁清剿台湾西南空域和空军广播区里不治空中危险。日本产经新闻日时，阁大篇幅报道中国海军2架空7-1型登陆舰第10时通过台湾甲日本与那国岛之间的海峡，伫台湾东部海峡演习。国防部对此无评论，强调有这台海之为情势一切正常。产经新闻指出，东部是拉小海堡，中国一般计划伫台湾西部登陆，所以两侧的舰艇伫东部海峡演练的情形正罕见，有可能要照处突袭当地加山基地。因为花莲的地形虽然是不适宜大规模的传统登陆，可是中共第一个有动拐腰的2栖攻击舰，具有直升机的机降能力。接着就是它动拐5的3栖攻击舰，更是正规的3栖攻击舰。中共空7-1登陆舰排水量2万吨左右，应载4架直升机加900个官兵。15号民众翕台湾海军这项机顺风舰出现监控相片，学者分析空7-1型是接应任务，无亲像空55型驱逐舰是舰队决战，出现在东部海峡有可能是咧哪吒来支援的美军。美日联军不管是在 Okinawa 在琉球，或者是在这个之前有新闻所提到的一个与那国岛这些地方，其实它都有一些装备。那如果解放军的一个军舰或者是它的一个军力到了那个区域的话，也会有达到牵制的一个作用。中方的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特别在台湾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美方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中国国防部自5针对10日举行的拜习会做出回应，反应5签表示，中方对发展中美两军关系是原则，强调主权甲核心利益无容忍侵犯，批评美方伫台湾南海南基侦察点方面讲真侪无负责任的话，做真侪抢夺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德国新的政府伫要成立吧，因也先公布着联合执政协议，内容有讲到台湾，表示只有伫这种华东同意的情形之下，才会支持台湾改变现状。另外也强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亲像咱的驻德国代表夏志伟，伊就认为这是一个真大的突破。另外，立陶宛因为设台湾代表处去互中国制裁，立陶宛的外交部长也呼吁欧洲国家做伙来参与印太事务。做伙来对抗着中国威胁。德国新政府伫咧12月要正式成立，二是做过的谈判达成协议，同时也公布联合执政协议，其中有9个章节，有真侪所在甲中国有关系，也第一遍讲到台湾的议题。讲台湾海峡的现主席状况，只有透过和平的方式，甲伫咧两方拢表示同意的情形下，才会当改变。在欧平的一中政策之下，支持民主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首度被放入这个联合政府条约，这是对台湾来讲是一大的一个突破，新的突破。那当然是对台湾跟德国的关系是很具有重大意义的。驻德国代表夏志伟认为，这是正大的突破。另外，新政府内阁人事也出来啊，立党的主席贝尔伯克会当成做第一位女性外长。40岁贝尔伯克常常批评梅克尔对中国太过冷静，听林权也对台湾真友好，不讲到反制北京的威胁，并且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不过学者认为，若是贝尔伯克上任，德国外交政策大幅度改变的可能性是不大。我认为他会受到这个联合政府条约的一个约束，然后把他以前所这个赤裸裸的反中的一个立场
做稍微的包装掩饰。澳洲伫咧最近有待声音提悬，立陶宛设台湾代表处，严格予中国制裁。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讲，立陶宛将会适应因为强化甲台湾的关系所遭受中国所带来短期的经济痛苦。Now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global security is also created in Indo-Pacific, and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re taking some big responsibility in the region. 立陶宛对抗中国的压力，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马马岛也甲波罗的海3个国家的国会议员伫12月访问台湾，将会参加开放国会论坛，觐见总统蔡英文，拜会国发会、经济部、科技部等部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咱国内的消息，讲到这4大公投伫12月10日要来举行，总统蔡英文在去后去到桃园的关心海草礁听报告，又去视察附近的海草礁甲大潭电厂。总统强调讲，经济部已经提出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新方案，会当兼顾到环保甲经济，未来还会推动这10亿基金来保护到这海草礁的生态保育。就任后，头届登到桃园关心海草礁，总统蔡英文具体中油，重新8当前所写的海草礁永存承诺无变。当时是为了要呼吁保护、关心藻礁。今天我们看到的关心藻礁，事实上已经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育的措施哦。那第二个，我想在这里再一次的说明，就是3阶。没有盖在藻礁上。蔡英文透早小连续对关心到大潭视察海草礁生态，也搁有大潭电厂。伊表示，根据调查资料，海草礁数量增加，中油嘛无起伫海草礁顶悬，第3接收站已经离正恒，嘛大幅缩小开发面积，强调能源建设通甲生态共存相赢。发电在北部的话，我们排碳量可以减少1半。减少的空污可以减少到2/3那保护藻礁生态，减少中南部的空污染，应该是一个2全的价值啊。蔡英文表示，中油3节的开发对大潭电厂真重要，会当稳定未来北部电力的供应，嘛会当减少中南部小土炭，是未来减碳能源转型的关键。面对外界质疑3节工程会破坏海草礁生态，伊选择亲自解说，嘛表示未来会设10亿的基金，推动海草礁生态保育，希望用行动加抽一寡票，确保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进行。记者陈阿文、贾桂林桃园采访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有去视察大潭海草礁，不过海草礁公投推动联盟也举行记者会，除了代表人潘忠正批评蔡总统只是个关心提出来讲尔，联盟也骂讲政府甲官员拢违反行政中立。不过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秉成表示，行政院下边的部会拢应该会配合，这唔那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正当的。总统蔡英文2月1早起亲自去视察大潭海草礁，不过海草礁公投案带头人潘忠正煞无受邀请。伊讲总统到即马才要去看，根本唔是真正关心。如果蔡总统真的是对大潭藻礁有心有诚意，对于他过去自己的承诺这一些呢，是有要去承诺履行这一些承诺的话呢？其实他是应该邀请我过去。对蔡总统的视察，推动海草礁保育的环保团体加在野党，拢批评政府行政无中立。台湾要有力，行政要中立。妇女党伫10月底开始下乡公投宣讲，团团质疑安尼先做违反行政中立，资讯无对等，也讲中油伫咧报纸看广告，失开公家的钱。行政院回应讲，因为行政一体。行政院所属部会配合是合法也正当。有权解释适用行政中立法的机关是考试院铨叙部，而铨叙部在109年2月10日就有发了一个公文去解释行政中立法第10条有关于公民投票的行政中立的限制，包括禁止使用职衔名器、不得利用行政资源等。基于行政一体相关公投的提案，如果跟各部会单位
有关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本于职责做说明。那关于第三接收站这一项公投的议题，跟我们的能源转型有重大的关系哦。那中油它也不是第三人哦，因为它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里面需要对外妥善说明的政策之一。罗秉成表示，按照全书部的说明，公务员受指派代表机关表达行政机关的政策立场，袂使认为是违反行政中立法。也若独立机关、执法机关、教育、军事等体系是无需要参加公投选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增加10个人带病入境。另外，讲到学生囡仔无精神先暂停注第2档的 BNT， 不过就家长问讲，敢会当带囡仔去到病院诊所注第2档呢？指挥中心表示，若准是高风险族群，而且是有意愿者，是袂敢主动的。另外，国内这第2档的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50%了。指挥官陈时中伫明仔载也会公布年尾活动的防疫措施。国内疫情本土继续加零，已经连续21天零确诊，也无死亡个案。不过境外这边增加10例，有5位人是突破性感染。其中外籍人士7位病例内面，2位境外生，2位移工，1位移工，也有2位自源。10例当中有5位是属于突破性感染，那其中2位接种的是2剂的科兴，2位接种2剂的 AZ， 还有1位是接种2剂的 BNT。另外，国内12到17岁青少年目前暂缓伫咧学校做第2剂 BNT， 家长是毋是让家己带囡仔去校外医疗院所做？指挥中心讲，若是高风险族群有特殊需求，而且家己正想要做的人，指挥中心是袂动。专家认为说，如果有高风险族群或是特殊需求，有强烈意愿要打的对象，我们就不阻止，支持暂缓的这个专家都是就是往这方面思考。自马祖第1期有风险人口涵盖率77.34%，第2期的是50.5%，已经超过50%。拜五指挥官陈时中会亲自宣布换日活动等相关的防疫措施。另外，台积电、鸿海永龄、自济等企业民间团体所管的第13批 BNT 疫苗，差不多938300剂，25载起运到桃园机场，总共 BNT 到货已经有1,0474400剂。记者综合报道。政府为着要稳定民生用品的价销，财政部打算要针对着黄豆仔、麦仔贩卖一寡民生物资的进口关税、货物税，也个营业税来做调降。行政院评估了后，会另外做公布。不过，有学者认为讲，目前大件的物资拢是无扣关税，这要降税效果恐惊是真有限。目前一直去经济部甲各大卖场、超市业者达成共识，设置专区来平稳物价。财政部也研究调降关税甲货物税。大宗物资就是黄小玉还有这个油气类这个货物税的降税跟关税的降税，基本上我们是有机制存在的透过这样一个机制来减少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调降关税的方式作为政策工具的考虑，由相关部会、农委会、经济部、财政部等，他们现在进行盘点评估跟提案。行政院考虑以调降关税做政策工具，不过要调整都是寡项目幅度大小，甲实施期间拢还搁咧评估。学者是提醒，米粉、玉米、黄豆啊这些大宗民生物资，即摆关税拢是0，调降关税对压制物价效果有限，建议调降营业税。不过目前国内营业税已经降到上少5%啊，对平稳物价效果有限。现在是在最低的5%，所以你要调整营业税，必须要修法。真正关键是要减少这个预期的心理，最低工资的调整啊，或者公务员的调薪啊等等，虽然是都是明年1月才开始，可是现在大家就已经在为这个成本上升开始动了。当物价上升的时候，你再刺激这个需求，那个就火烧得更大了。因为疫情的心理，佮加上成本增加，带动物价起价。学者提醒，调降关税甲货物税，拢敢若一个效果。要平稳物价，都要检讨到咱国的税率甲货币政策。
为着因应物价起价，财政部公告要调悬明年度综合所得税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加薪资扣除额。2023年5月申报2022年综合所得税时阵适用，双薪家庭甲单身拢会得到这个好处。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政府甲远东集团发钱，也引起台商想要转到台湾的效应。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最近会有较侪案件入来，另外年底就特别告期投资台湾3大方案，敢会在延长时间内。国发会表示，目前正在规划当中。伫最近，中国以环保的原因发远东集团这边的查处，跟那甲政治有关系，搁再加强台商回台效应。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伫咧立法院证实，确实像上最近转来案件有较侪。现在看起来还是有案子在送进来，那我们其实非常欢迎台商来回来投资。除了远东案，可能互台商加速回台脚步。经济部投信会上新的统计也发现。今年1月到10月，核准对中国投资件数349件，比顶年同期减9.82%。核准投资金额43亿美金，也比顶年同期减8.60%。对这拢会让看出中国经商环境的变化。中共这边为了要这个共同富裕，又为了要收刮一些财富，填补财政缺口，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了那这个对台商来讲也是很大的警讯，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商环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像从前，工资在走高，环保的要求在走高然后呢，原物料也在涨价，在中国设立制造业的生产线还是其他这个投资生意的话，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可能跟疫情有关系，在国外发展久了，台湾还是有一些产业有攻坚，所以我想，因为这样子因素回来，比如说像电动车行业啊，还有一些 IT 比较这种像使用 APP 的这种共享经济的部分，我觉得这种产业回来的会比较多。针对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的5000亿优惠用资额度，怎么只个拿剩1500亿，申请期限到年底就要结束。国发会怎么伫咧向加码规划加评估的方向伫咧做？面对第3波的这个部分就是包括中国可能有缺电的问题啊，或者是说非经济理由的打压啦那如果有这样的需要的话，那我们是往这个方向来做思考是没有问题。蒋明生表示，以长期来讲，打压台商对当地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若是因此产生供应链的转移、加速移动，台商的产能有需求，要刷转来台湾，或者是刷到东南亚，或者是欧洲，政府也会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听这观众朋友讲，这个乱传有问题，资讯甲影片也是会真多哦。伫高雄有一个70岁民众，甲一段外国查甫歌手伫咧表演的时阵，对查甫观众传了影片乱传出去，佮强调讲，这就是高雄画舞行艺术文化中心的表演。落尾画舞名是报警察抓人，警方找到这位民众，落尾也依法用加重诽谤罪，该移送法办。台顶表演的女歌手向互动的歌迷做出去变奏的本雅动作，这是进行美国佛罗里达州举办的音乐节活动。影片全球流传，也互高雄这70岁老先生伫咱的群组转发，甚至家族表演地点是伫高雄卫武营国家剧场演出的顺台湾美，互不少人拢打电话咧欢迎。这就是在高雄卫武营国家剧场演出的纯台湾味等字样。并刻意利用赖群组来散布。嫌犯并没有说他是为了什么原因来做这件事情。警方根据 IP 位置捉到转传民众，伊表示无政治取向，毋知代志闹这么大。卫武也表示，这个月2日开始一直接到查证电话，为捍卫名声决定提告，也严重澄清影片地点无伫卫武营，呼吁民众毋通转传错误影片。谴责制造相关误导及失实言论的人士，本场馆已经在11月23号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刚好在群组内的一般民众啊，他刚好也没有经过查证，又做一个转发的动作的话，那可能也会有前开刑事责任的一个余地。
除了嫌犯以外，民众受到信息爆炸前个转发，律师表示可能有共款的性质。近2年新冠肺炎全球滚高，有不少甲疫情有关系假消息人转发。去年3月，刑事局就连续侦破有民众伫并且转发台湾病毒假2礼拜免上班、免上课疫情假消息，因为涉案人爆炸前凊彩转发，刑事局依法究办。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新加坡人，一个是台湾人的同性情伴，因已经交往几多年啊。本地是要去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不过却被拒绝。落尾提起诉权，也是去互驳回。落尾因是解拍行政诉讼，伫今仔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是撤销权处分，户政事务所爱甲这对情伴办理结婚。这对情伴因也表示讲，接落来会争取囡仔的受养权。新加坡来美平甲台湾伴侣小西行出法院，2人笑本本，因为这对同性伴侣交往前1年，总算用伫台湾登记结婚。我身旁的小孩，从可以手抱着妈妈手抱着的小孩，到现在对北高行熟悉到可以这里横行乱跑，时间成本是有多大？非常的高兴，今天得到了这个判决是胜利的。真侪摆开庭拢会带囡仔出席，小西透过国外真讲诚实的方式生查某囝。美萍受访时捌表示，结婚是2人第一步，后续会阁继续争取受养。国内同性专法司法院设置第748号改正施行法通过，2人向台北市松山区户政事务所申请结婚登记遭到拒绝，提诉权也驳回，倒拍官司。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自个作出判决，撤销拒绝登记处分。户政机关爱允准申请结婚登记，这是国内第3件跨国同婚胜诉。在这一些跨国同性伴侣没有办法结婚的这一些事情里面，唯一没有理由的到底是什么？没有理由的就是为内政部的违法的函释。松山区户政事务所回应收到判决书，会甲民政局讨论是毋是上诉，甲后续如何办理。因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有关规定，跨国同婚双方国家爱承认同婚合法才能登记结婚。不过今年1月，司法院已经通过涉外民事法修正草案，放任跨国同婚限制，法院上行政院登记来对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县的溪仔口靶场，互当地民众指控讲，军方过去是违法占用私有地，更加借互新加坡的新工部队来掩混。当地居民组成自救会，要向法院提告，不过官司来拍败。因即马转向新加坡政府，要求讲，恁的部队伫遮训练，就爱提钱来赔偿。不过新加坡政府说是唔睬应。射击为民警和国军同行火炮射击训练场，新竹溪口靶场是新加坡新工部队的掩混地点。所互当地人指控军方不知登记违法占用土地，各无经过登记就互新加坡军队使用，没有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借给新加坡部队使用，发函给新加坡驻台办事处，转交新加坡政府，告诉他们说必须在今年的12月15日，拟出一个解决的方案。这靶场有400多公顷，其中200多公顷属于3000多户的。使用者付钱，而且新加坡政府制定赔偿方案。其实当地人组成自救会，过去捌向国防部提告，为1949年无偿证明1975年温华地主外招新加坡军事演练，一直到2005年国防部才摕到土地所有权。这是近年来侵害民众权益。不过法院认定证据无够，无法度证明军方专利占用土地。国军也是因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外招土地达到军事交流，判决自救会败诉。这个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啦。那我们继续会秉持的依法行政的原则，还有敦亲睦邻、居民一家的精神来兼顾战备训练以及民众的福祉。那也希望说社会各界来支持我们国军的各项战备训练。自救会败诉了后，决定转向新加坡政府求偿110亿，包含30年来租用土地90亿，甲当地居民因为射击影响掠鱼工作，损失20亿。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伫这个进前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目前正咧放感恩节假期，有真侪人会回去故乡，这防疫也变做是一个大问题。而且，这回走长途旅行的民众应该会超过4800万人次，也因为因国内疫苗注射率有比英国更较侪，真侪民众就开始放零啊。美国目前一天因也是有10万的人来染病。
美国迎接疫情以来第2感恩节，美国汽车协会预测这届假期有4830万人移动至少50英里回乡过节，比去年悬400万人。全美国各大机场人可。而是这天，也是疫情以来上届无用的这1-2天。运输安全局预测，感恩节假期会有200万的旅客坐飞机旅行，创下2019年来上届坐人次。We want everybody to travel safely, securely, and efficiently, and we're excited once again to see and serve a large number of passengers. 美国有7成人至少注过1剂疫苗，完整注射的人是59%，注射率提高，民众对旅行原来更较有信心。比起去年，更加希望正常过感恩节。不过目前美国一天平均也是新增加将近10万人确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过去2礼拜平均新增加确诊数升高将近30%。大规模回乡的人是防疫上大考验。I feel like it's definitely safer just because we have vaccines now, because I was so scared when I was traveling last year that I was going to get COVID and take it home to my family, and I did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next, and I still took the risk, but it still is definitely more like, it's less nerve-wracking definitely traveling this year. 大部分美国人甲厝的人团圆食大餐庆祝感恩节，不过也是有一寡3顿食袂饱的民众，休假过节，颠倒对因的食物供应更较无稳定。洛杉矶地区的食物银行主办定点免费发放食物的活动，任何有食物需求的人，拢会当来领餐，要主线团体志工准备食物，包括火鸡兑换券免费送予基友，互大家拢会当好好过节。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美国即马拍算讲要要求所有民众拢爱注到第3档疫苗。欧洲的疾管中心昨也建议大人拢爱注到第3档，而且是40岁以上应该爱带先来注。世界卫生组织也提醒讲，千万唔通抓准已经注过疫苗就袂染着病，也是爱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也当保护家己。法国新冠确诊人数一直升悬，自5要宣布新的防疫措施。伫外口厝内拢爱挂嘴安，加强通风系统。加注过疫苗的人才能进出某一寡公共场所，避免佫一摆封锁。而是伫巴黎都已经看到警方伫街路巡逻，进出餐厅检查健康通行证。当局佫强调，要佫赶紧执行自加强针。Le nombre de cas quotidiens augmente de près de 80% en une semaine et s'établit aujourd'hui autour de 20 000 cas par jour en moyenne. Hier, plus de 马德里这个注射中心排到长路路，真侪老大人听到政府建议，尽量在元旦假期进行注第3剂加强针。西班牙79%完成注疫苗，比目前疫情严重的奥地利、荷兰好真侪。不过，顶个月确诊数小可升悬，当局认为要爱细致。欧洲疾管中心指示，伫防疫政策顶悬有重大改变。Countries should also consider a booster dose for all adults 18 years and older, with a priority for people above 40 years old. This is to increase protection against infection due to waning immunity. 监管为避免各封锁意大利自是决定，12月7日开始，只有提出注疫苗证明的人，或者是新冠病毒康复的患者，才能伫餐厅内底食物件、看电影，或者是看比赛等提阴性证明的人，未当进入。世界卫生组织是警告，真侪人会有注过疫苗都被感染的错误安全感。不过，干那注疫苗是无够，到目前为止，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依然是防疫的王道。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和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因为政局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咱台湾外交的情势。中南美洲的邦交国洪都拉斯因左派政党的候选人表态，若准选调会甲中国建交。另外，2年前甲中国建交的所罗门群岛，因为有民众不满政府甲当初帮助百姓真济台湾断交，就有民众伫首都抗议。民众协调伫咧首都荷尼阿那的警察局，和抗议民众放火烧，因请到天顶起哩，几落公里外拢看会到，离警察局无偌远的国会，迄当阵正伫咧开会，不满政府的民众包围国会议场，要宣布宵禁的警方讲，并无人员伫抗争中伤亡。因若抗争的原因，根据法新社报道讲，甲所罗门群岛政府伫2019年甲中国建交有关系。
台湾甲所罗门群岛伫1983年建构了，双方除了进行元首互访，也签渔业甲开放天空等几多项协议。台湾对所罗门的支持，自医疗、公共卫生到工程，侵入所罗门的各社区，甲当地民众感情真好。发言者讲，抗争的民众真侪是受台湾援助的社区，因不满政府甲台湾断交。另外，当地中国城的中资企业被认为涉入2006年的大选舞弊，也是民众反中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可能牵动两岸外交战的是中美洲的邦交国家洪都拉斯，当地时间2月礼拜总统大选，各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正伫做最后的冲刺，不参加2013甲2017两届大选，左派自由中建党的秀马拉卡斯楚，将有可能是洪都拉斯第一位女性总统。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国家党甲毒枭挂钩，败坏政治。也毋过，小马拉因翁也是前总统塞拉亚2006到2009年执政期间，甲委内瑞拉的查韦兹丁拉米左派结盟，共款被指控贪腐滥权，而且也毋是所有民调拢显示小马拉领先，也有同时间出来民调显示，伊的支持度甲对手差不多。若是小马拉卡斯楚真正选调，并且实现伊的承诺转向亲中，毋但互台湾如果减一个邦交国，也会互南美地区亲中加亲美的路线之争更加明显。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伫咧美国的佐治亚州，有一位25岁非洲的查甫人阿贝瑞，去年出门运动时阵，摔去互3个白人枪杀，目前也当在心理当中。不过，这12位陪审团的成员有11个拢是白人，也互这个阿贝瑞亲戚朋友真无放心。不过，昨的宣判也已经出来了，这3位嫌犯被告拢互依照谋杀罪、严重伤害等罪起诉，也要求讲这3个人就要判重刑，上介轻的上少拢要关几世人。听到法院内底陪审团的判决外口，阿贝瑞亲友甲支持者激动欢呼，还有人站咧哭。但是发生伫2020年2月，一名25岁非洲的查甫人阿贝瑞慢跑时阵，互3个白人枪杀。不过案发现场的影像一直到5月才伫网络顶源流传，佮引起风波，甲大规模示威。该案件即时宣判3人被控谋杀、严重伤害、受婚犯罪，想要非法拘禁者的重罪。面临至少终身加刑的刑期。This history today, letting you know that black kid life does matter. For real, all life matters. Yes. Not just black children. We don't want to see nobody go through this. I don't want to see no daddy watch a kid get left and shot down like that. And the verdict today was a verdict based on the facts, based on the evidence. And that was our goal, was to bring that to that jury so that they could do the right thing. 3名被告分别是65岁退休警察格雷，甲伊后生35岁崔维斯，也有因的厝边52岁布莱恩。不过进前陪审团遴选的时阵，10个成员当中有11个白人，也引起种族顾虑甲阿贝瑞亲友的不安。针对判决结果，被告辩护律师表示会提起上诉。We were glad they wanted to look at the video because we felt from day one that the video showed that Travis McMichael acted in self-defense. Obviously, the jury felt very differently than we did, and maybe we had our own little tunnel vision going. But I always thought the video was helpful to us, just as Greg McMichael said at the very moment it happened. 顶礼拜，基诺沙少年提枪杀人，被判无罪。互美国社会，佮最近注意到种族议题，这个案件判决宣布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这判决表明美国的司法系统履行职责，不过安尼也佫无够。公司新闻邓慧仁编译。新北市的曾建高级警方指控讲，学校的规定是违反着教育部服装仪容原则，甚至发生老师当场甲学生的头毛剪掉这款的情形。学校表示讲部分指控不是事实，不过新北市教育局认为学校的服装规定无符合规范，要求因着爱伫咧限期内面做改善。
只经过一个董事长警告学生伫校外爱注意形象影片伫网络流传，引起讨论。国民团体自也出面指控，只经过一个校规违反教育部的校纪原则。除了有师长伫军歌比赛进前，伫现场甲学生的头毛，佮发生天气寒，无要互学生穿长枪硬校服的情形。如果新北市政府长期还是去包庇学校的这样的作为，让学生还是持续存在在这样一个侵害人权的环境下面去成长，这个我觉得是不是现代社会大家能够容忍的事情？刘海有超过眉毛，然后那6个人原本以为没事，后来教官直接走过来说：“你们那件服役裤的歌一人一只小布。”每人吸染幅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时候就是会开冷气，就是会冷，所以就只能坐在教室里面发抖。对国民团体甲学生的指控，新北市教育局调查了后，认为校的服仪规定无符合规范，要求限期修正。该校之服仪规范跟教育部的规范有不符之处呢，本局将督导该校限期完成修正。那并呢要求学校会依照程序广纳学生及家长的意见来做修订。面对指控，校校回应部分指控甲事实无符合，强调校的服装无指定的换季时间，而且天气受冷气团影响转寒，校阁提醒学生应穿冬天的服装，家己增加衫裤。违反规定的人，拢采取适当的辅导甲管教，也强调学生伫校外行为适当，劝导是师长的职责，适度管教是校教育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台经院有预测，讲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超过6%，而且最近物件拢一直在起价。台经院也分析讲，确实有短期之内通货膨胀压力，主要原因是出货无够稳定。另外，房地产的部分是预测讲，明年顶半年厝价会较稳定，袂亲像今年下半年冲下去。后疫情时代，房市收入根据自典杂志上新的统计，最近新建案价销一直创下当地新高，推测预售厝实价登录制度也帮助起价。像台北市大东区就新建案开出一平145万，创下这区的纪录。另外，桃园龟山原来有新建案开出46万一平，新竹市竹东是出现挖近7字头的房价，这原来是历史新高。台湾经济研究院分析，因为房贷的利率有较俗，加上市场资金过济，可能会转向房市。区域房市原来有题材，个人开买厝，估计房市的量甲价也是慢慢起。预售屋它的热度的一个增加，当然外溢的一个效果也使得中古屋它的一个交易也形成比较热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份，其实不管是在新北市蛋白区，或者是在台中，或者是台南的一个重划区，都可以看到在两房它的一个买气呢，都是显得比较热络。另外，最近全球民生物资一直起，不少餐饮业者拢伫起价。台经院分析，这届物价波动主要是疫情了后加强消费力，再加上供应链无顺，航运脱离港的致使到价销才会起悬。未来会慢慢透价销就会落，所以目前袂当定义做通货膨胀。应该会慢慢获得疏解哦。那整个货不管是航运或空运，那个量会慢慢出来，因为供应链那个缺口会慢慢弥补哦。那确实是有短期有通膨的压力，但是你不能说现在已经是通膨。根据台经院发布的最新统计，10月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比9月份较起，已经是连续3个月起价。观察内需市场已经脱离疫情的阴影，再加上振兴方案带动买气，零售甲餐饮业对未来半年景气保持正向的态度。台经院预测，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会来到6%以上。记者综合报道。欧洲商会逐年拢会向台湾政府交建议书，今年提出170项议题，其中有52项是新议题，范围有电动车、地质到健康照护。不过，欧洲商会上届要义的也是边境管制措施，希望台湾政府会当缩短14+7的检疫规定。国发会主委姜明兴表示，重点是控制疫苗注射率，若准是旧历过年了后，注射率有法度到70%，会和指挥中心做讨论。2022年，欧洲商会建议书以台湾阳明全球的机会做主题，隆重提出170项议题，希望加速台湾能源转型。不管是风力发电、太阳能，应该都陆陆续续的要推出一个跨部会的方式来，在一个品质、速度、跟价格方面，能够有一个平均点。暗
不过，台湾严格边境管制，和往来台澳的商业人士真头疼，认为14天居家检疫，也加7天自主健康管理，时间伤长，希望会当适度放零。国发会注意表示，疫苗注射率一直提升，认为不偌久就会当慢慢改进。希望年底的时候呢，可以达到60%甚至70%以上。那过年以后呢，这个部分又可以再提高。指挥中心应该会有比较弹性的一些思维跟考量。另外，景明欣也分享最近去欧洲访问，欧洲各国拢正支持台湾会当加入国际组织。欧洲商会也支持继续推动台湾甲欧盟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BIA， 台美中间的合作原来有袂歹进展。最近台美经济欢迎友伴对话 EPPD 圆满落幕。虽然美国表明无要加入 CPTPP， 不过会成立更大规模的经济架构，保持对印太经贸事务的参与。美国还在了解持续与该区域接触的重要性，保留的态度哦。那你觉得这有影响吗？对台湾来说，第一个加入 CPTPP 还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已经有11个国家了。那第二个呢，未来美国的新经济架构到底会是具体是什么样子？那台湾要不要去加入等等，我们会密切来观察。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美国目前国际贸易战略，印太地区采用2种做法，除了签订双边 FTA， 也有体法投资协定。台湾现阶段先完善国内法规，甲国际一档连接，未来才有机会加入美国所主导的新经济架构。记者综合报道。在咧进前，中华交友大楼发生火灾，王姓消防人员的家属甲律师今仔日去到彰化地检署，控告前彰化县的消防局代理局长邱聪家等3个人，讲因涉嫌着过失致死罪，希望透过司法的调查，还死者一个公道。今天公祭，今天公祭，明天忘记，明天忘记。手人提看板大声抗议，伫咧彰化交友大楼的火警当中，殉一个消防员陈志环的家属，期5去彰化地检署头前开记者会，控诉讲6月30意外发生到呾，家属要担保真相，官府嘛拢从来无甲家属说明。我们其实手上都没有任何县府方面正式的报告给予我们。其实我们家属的部分其实都一直是被县府蒙在鼓底。10年来第42位罹难的消防人员。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样的问题要回到了整个制度面去改善，但是制度要回到了个案，每一个个案的责任厘清是非常重要的。交友大楼的大火造成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11月初3，彰化县府捌公布行政调查报告，消防局代理局长邱聪家甲建设处处长陈伟宏请示核准。但是消防员工作促进会是批评讲，调查报告无专家学者参加，嘛无整体检讨，敢若看到大家局处斗出来的报告。陈志环的家属决定去彰化地检署，甲前代理局长邱聪家、火灾迄天的指挥官刘锡环、小队长刘敬宪以涉嫌过失致死罪提告。我目前这边没有什么看法了，因为这是他的权利啦，他们的主张。我可以让家属可以更快的得知在这场火警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导致遗族的哥哥没有办法从火场离开。陈志环的家属表示，对行政机关的调查当中看不到真相，嘛无法度望到消防体系内部的检讨，所以望透过司法的调查，厘清各方的责任，嘛利用安尼监督应改善消防制度，才会当阻止同款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会当常常看到讲，伫咧网络顶头有流传一个举棒球棍拍人影片，想袂到伫昨暗时网络还佫一段影片，是一阵少年人伫台南北区的一个庙埕顶头，举着这个野球棍伫遐掠来掠去，也因为这个镜头是伤过逼真这警方就随甲这4个少年人找来，想袂到这4个人拢还未到20岁，这少年人也伫背回讲，因只是伫模仿黑道电影的站头，毋是真正伫咧相拍。落尾警方也依照着违反着社会秩序维护法，该依法法办。画面内面看到一个少年人伫深更庙前举着棒球棍伫遐画休，无到1困头的时间，车顶另外2位少年人也同款落来，摕着棍讲袂出车就开始烧戮。这画面一出来，引起众人关注。也因为最近棍暴力事件一直发生，警方是毋敢大意，赶紧找到影片内面4位少年人，想袂到因背回讲是伫咧模仿黑道电影内面的站头。不过警方认为影片伤过真，甲这4个人依上法办。经查为深夜无聊扮演电影角头情节。
且拍摄影片上传，警方依规定告知，不得再有类似情形，并将4人涉违法就办。这影片伫2时半暝仔一出来，经过调查是伫台南北区某一间庙宇头前翕的。经过当地民众解说，讲无人伫咧半暝仔翕影片，不过看到因家囡仔，感觉真唔好。因为这个社会看段时间呢，你看到迄大人嘛会惊啊。因为这讲出个实在，这附近这人拢开了。假如今天刚好有人遛狗在走，一定会吓到啊。这少年来看这个，这根本麻烦就对了。警方调查，这4个少年人拢是20岁左右，虽然有一寡人有犯罪背景，不过拢是较紧的无恶道背景。这4个人也无结冤仇，不过这影片伤过真，恐惊引起大众的惊吓。警方也认定讲已经违反到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港街社区辅导成果展览，邀请来自全台湾55个社区，提出因在地特色的工艺品，要来呈现台湾工艺水。可以互相来结合，所以我们的工艺可以依照自己设计。小提琴会出好听的歌曲，无讲唔知这是用水捞茶制作出来的乐器。是用我们自己原住民的语汇，那个琴头是用山猪的意象来做个琴头，那我们背面有我们的图腾意象。还有来自台南嘉义区的师傅，现场教人安怎用竹仔制作环保椅啊。连囡仔腰格也是用竹仔做的，做起来跟我们就是好像有那种人体工学的感觉，让你腰不会酸。比较环保的材料，塑胶的是也不是说塑胶不好，可是塑胶到时候会制造很多垃圾啦。台湾工艺社区辅导成果展览，邀请来自全台湾55个社区，再来家己家乡的工艺作品，在新埔奇美坊展示在地特色成果。社区公益的这个商机让在地特色化的这个工艺品能够让民众来了解。工艺研发中心表示，透过活动甲技术交流，希望未来各地方工艺会当相连做伙，而且深入社区，共同帮助更较侪社区发展在地特色产业。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澳洲的大宝塔是世界上介大的船坞塔群，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几年遇到真严重的白化危机。不过第2时暗时，就科学家观测到昆士兰县外海的船坞已经进入到放卵期啊，暗时会放几落10亿粒面卵出来，希望会当赶紧恢复船坞生态。无共品种的船坞同时释放2甲精糖，数量几落10亿粒。这个美景若那亲像海底天星，伫澳洲昆士兰省滨海城市凯恩斯外海，最近船坞大生团。研究人员炸相机落海翕这个美丽景致。Once a year, a few nights after the full moon, they'll actually want to get genetic variability. So they actually create sperm and egg, and they release that into the water column, and hope that sperm and egg meets. So it's their equivalent of sexual reproduction. 船坞卵因为有真侪油脂粉有浮力，会慢慢浮起来。海水的震动有助精糖甲卵结合，大部分生卵的持续2-3天，数量甲品质都是检测船坞健康程度的指标。Yes, other coral reefs do spawn at different times of years, but the fact that it's the biggest coral reef on the planet reproducing, it means it's the largest sexual event on the planet. 最近气候变迁，地势着海洋温度升悬，34.8万平方公里的船坞塔，经过2016、2017，甲去年严重白化死亡，至少有2/3破坏去。险啊！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特别断证世界遗产清单，伫澳洲政府积极沟通，才渡过一劫。If we can hold global warming to 1.5 degrees global average warming, then I think we'll still have a vibrant Great Barrier Reef. It'll look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Great Barrier Reef of 20 or 30 years ago, but it will still support an important tourism industry and will still be there for people to enjoy. 这么大的生态系统，唔但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也佫带来超过6.5万的工作机会。这届船坞生卵大喷发的情形，代表生态运作已经正常。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吉隆到新竹是对18度到23度。
遥热到云林对17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马仔同款暗时1点，咱再相会。Thank you.